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27号，这一期咱們繼續胡聊胡適、胡軾、胡威，還有胡一進老師。今天這個胡適可以說讓小散戶心情就像過山車一樣，大盤低開高走，截至收盤，上證指數上漲0.63%，尾市收盤3913點，也又站上了3900點。现在這個收費站往前移了，以前收費站在4000點，現在收費站設在了3900點。希望廣大散戶知悉要適應。創業板指數上漲0.71%，遺憾的是什麼？遺憾的是滬深兩市成交量再一次萎縮，現在只有1.85萬億，比上個交易日還少了將近1000億，所以是一個縮量反彈。縮量反彈大家都知道不牢靠，什麼時候下來那也是分分鐘的事。它不是放量上漲，它是縮量上漲，實際上就是大家都在觀望，而且這個量一天比一天小。這要是掉到1.5萬億，咱們就可以宣布牛市結束。所謂的指數牛市結束，現在是1.8萬億。但是今天反彈的家數比較多，4337只是上漲的，下跌的是1073只。我看了一下，這個中位數是1.2%，也就是一半的股票漲幅在1.2%以上。那也就是今天对消費者來說又是一個安撫的一天，先給恢復點元氣，因為這個周末畢竟保不齊要挨一頓毒打。先給金融消費者一點希望。那今天為什麼反彈？我在想，它最主要的原因呢，肯定跟特朗普有關，但是還有其他的原因。這個特朗普他說再延長10天，特朗普對記者說，他說伊朗方面希望能延長7天，給他7天時間考慮。特朗普說，我給你10天，你大方饒你3天。理由，伊朗給他送了10船石油還是8船石油，然後8船石油通過了霍爾木茲海峽，以表誠意。所以說我給他10天時間。或許這個消息讓資本市場鬆了一口氣，好歹能混10天。但是特朗普的話不能全信，指不定這家伙周末就要搞事，這中途哪天他不高興了，找個理由說幹就幹。這個小散戶還是要打起精神，還是要引以為戒，要注意。尤其是明天美股一收盤，這特朗普指不定要放什麼狠話。至於板塊，咱也沒什麼好說的，反正是沙灘上建高樓。從這成交量就能看出來，現在這些胡適這些參與者現在都已經被特朗普教育怕了，不敢買也不敢賣，買怕它又跌，賣怕它又反彈，只能裝死。所以成交一天比一天清淡。當然了，另外也有其他的原因，也不能說一點利好都沒有。我今天看了一下，國家統計局公布1到2月规上工業利潤呢，好像是增速超預期，什麼15%。那這個當然了，對資本市場也是一個利好。正向的，那畢竟這個上市公司都算規上企業，規上企業1到2月盈利超預期，不管它什麼原因形成的，那總之這個就是個好消息。所以說胡適談一談也是屬於正常。當然了，還有其他的一些消息，比如說證監會今天公布說，《證券時報》報道3月27日，證監會首席律師陳和宏在博鰲亞洲論壇2026年年會說，營造良好市場環境，倡導長期價值投資分論壇上表示，2025年各類中長期資金顯著加大入市力度，社保資金、保險基金、年金基金、公募基金、券商自營合計净買入 A 股超過8000億元，這都是做多的長期資金，再加上相關資金購買權益類資金、央企上市公司回購增持等資金，中長期資金實際新增入市規模超過1萬億元，盈利且滿足分紅條件的上市公司中有97%都實施了分紅，分紅總額2.55萬億元，創歷史新高。這個不得不說，如果沒有這2.55萬億的分紅，這創歷史新高。如果沒有這些分紅，你這個胡適的故事根本就講不下去了。現在胡適好歹還可以講個高股息、高分紅、高股息，那你比你存銀行稍微好點。那實打實的就靠這個，对吧？2.5萬億的這個分紅，問題是有沒有可持續性？明年你還能這麼分嗎？或者分着比這更多嗎？有網友說，你現在股市在下跌，你說去年8000億元長期資金入市，但是你解決不了今年，你去年入市，今年股市在跌，而且2月份有很多國家隊人家已经撤出了，怎麼不说说這個？你說26年有什麼用？有網友說，不管怎麼說，胡適還是特朗普行情，受特朗普這個講話和受特朗普的這個動作影響比較大。
所以我們來看一看，胡一靜老師又對美國和伊朗之間的談判發表了看法，依然是很糾結啊。胡一靜老師說，他說美以和伊朗都聲稱自己贏得了勝利，掌握了主動，而對方則尋求談判，因為他們有非對稱的各自優勢。盧提霞騎在鎮關西身上，拳打鎮關西。在胡一靜老師的這個描述下，就是盧提霞和鎮關西各自有非对称的優勢。那怎麼辦？這胡一靜老師他這麼說，你也只能這麼聽。他非要說這個叫非对稱優勢，那可能是鎮關西地面積是吧？柔術是不是沒施展出來？躺地上它還有非对称優勢，重心低也可能。特朗普北京时間周四晚上突然發帖，又變了一副凶狠的表情。他在社交媒體上警告伊朗，應盡快在華盛頓和平協議問題上認真起來，否則就來不及了。因為一旦到那一步，就再也沒有回頭路，後果絕不會好看。他還寫道，伊朗談判代表懇求我們達成協議，這是他們應該做的，但他們卻公開表示，他們只是在考慮我們的提議，大錯特錯。伊朗人可不認為自己無牌可打，因為他們手裡攥着霍爾木茲海峽，這在政治上是對付特朗普的王牌。胡一靜老師看來，這伊朗人還是胜券在握，這個胜券就是霍尔木茲海峽，完全不顧伊朗已經炸成那樣子了。這個哈梅内伊的走了，哈梅内二销声匿跡，拉尼贾尼也走了，选上了一個就走一個。說伊朗手裡攥着霍爾木茲海峽，這個不叫攥着，這叫恐嚇。胡一靜說，伊朗已正式回應美國提出包含15點內容的停火協議。報道說，伊朗的回應已於25日晚通過斡旋的國家正式發出。胡一靜老師從剛開始堅決不相信伊朗跟美國在談判，打死也不信，到現在已經相信談判了，但是打死也不相信是伊朗跪着求美國的，應該是美國求伊朗谈判。你看看，這就是胡一靜老師的心路歷程，防線一點一點的在崩潰，在坍塌。胡一靜老師現在就是不相信是伊朗人跪求美國要談判，認為伊朗是在審核美國人提的這些建議或者是請求。伊朗在回應中表示，敵人的侵略和恐怖行為必須結束，必須創造客觀條件，確保戰爭不再重演，戰爭賠償必須得到保障並解決，並且戰爭的結束必須在所有戰線上，針對所有參與此次戰鬥的抵抗組織，在整個地區範圍內得到執行。也就是說，伊朗臨死之前，或者伊朗現在要做出表率，要讓自己的那些小兄弟看一看，老大是護着你們的，老大可不像那個正義聯盟的那個老大，為了自己不顧兄弟們。你看我，對吧？雖然自己被揍成這個樣子的，打成豬頭了，但是我還在為兄弟們考慮，打我可以，不能打兄弟們，就這意思。以色列時報周四報道，伊朗革命衛隊海軍司令坦格西里遭以軍空中襲擊死亡。坦格西里是負責对霍爾木茲海峽的關鍵人物，這是以色列定點清除的最新戰果。他如伊朗口氣嚴厲的警告交織，形成短暫的新氣勢。然而，這胡一靜老師說，然而不要看伊朗傷亡這麼慘重，然而從非對稱的角度來看，伊朗還是很能打的。你看胡一靜老師就對伊朗的這個說法照單全收。為什麼伊朗很能打呢？是因為伊朗說了，真實承諾4行動第82輪軍事行動已於當天凌晨展開。本輪行動中使用無人機對科威特烏代德基地、沙特蘇丹王子空軍基地以及美軍一處後勤設施目標實施打擊，同時涉及巴林、謝赫伊薩空軍基地相關設施。行動中打擊了包括愛國者防空系統雷達、P8 偵察機機庫、燃料儲存設施以及死神9無人機相關設施在內的目標。這胡一靜老師恐怕不知道，人家這是伊朗人在腦海裡面，在意念中打擊了這些地方，導彈也是確實衝這地方去的，無人機也是衝這地方飛的，至於有沒有打中，那看真主啥意思，反正飛出去了，飛出去都有視頻，只是飛到哪兒了這要啊！而且伊朗人說了，我打的就是這個目標，反正愛打不着，对不对？美國人說沒打着，這沒起火，這好像沒看見飛機過來啊。伊朗人說不對，你自己再看看，打的就是你這些地方，也就是你到底打死多少個美軍？到現在為止好像還是7個還是幾個，打了快1個月了，你這都80幾輪了報復，或者還是剛開始死的那6個人。胡一靜老師說，另一方面，
巴基斯坦外交部長達爾周四说，美国和伊朗间接談判正通過巴基斯坦傳遞信息的方式進行，包括土耳其、埃及等國也對美伊間間接談判予以支持。此前，阿拉格齊當地時間周三承認與美國交流信息。他表示，過去幾天，美國通過幾個友好國家向伊朗傳遞關於結束戰爭的提議，美方提出一些想法以轉達給伊朗高層，但他說這不是談判或對話，而是信息交流。阿拉格齊同時認為，美方語氣轉變等同於先前要求伊朗無條件投降的失敗。他說，美國人不是說無條件投降嗎？那他們現在為什麼談判？他們眼下談論談判這一事實，無異於承認失敗。這就是典型的煮熟的鴨子嘴硬。胡鑫老師認為，特朗普現在又要逃跑。說，《華爾街日報》周四報道稱，特朗普近日向其顧問表示，他希望快速結束伊朗戰爭，力爭在未來數周終結戰事。知情人士稱，戰事持續近1個月之際，總統私下告知其顧問，他認為戰事已進入收尾階段，敦促顧問們遵照他開戰時公開提出的戰事持續4到6周的時間表。據悉，特朗普曾向一名顧問表示，這場戰爭干擾了他推進其他優先事項。另一名近期與特朗普交談過的人士說，特朗普似乎準備轉向下一個重大挑戰，但他並未說明具體內容。華爾街日報稱，問題在於特朗普在結束戰爭方面並無輕鬆選項，和平談判尚處於初期階段。關於美方近期向中東增兵，特朗普願意但不會輕易派遣地面部隊進入伊朗，部分原因在於這可能影響他快速結束衝突的目標。特朗普也擔心戰事持續會導致美軍傷亡人數上升。不過，還有特朗普身邊的人士表示，通常難以預測特朗普在戰爭問題上可能做出何種決策，他一直在外交斡旋與升級打擊之間搖擺不定。特朗普身邊一些人正敦促他採取更強硬的立場，稱伊朗政權更迭可能成為其標誌性政治遺產。這是胡鑫老師，他看不懂特朗普談判還是升級都是手段之一，目標特朗普實際上恐怕很清楚，搞着搞着就是政權更迭，無論是談判手段達到還是戰爭手段達到，或者是兩個交替應用，談一會兒打一會兒，就讓伊朗這些嘴炮摸不清頭腦，貓捉老鼠，就是耍着玩。胡鑫老師說，總體而言，特朗普獲得的有關戰爭的信息往往強調美國的勝利，而對伊朗的行動細節則相對較少。這些美日視頻加劇了特朗普一些盟友的擔心，他們認為特朗普可能沒有收到或者沒有理解這場戰爭已經持續第4周的戰爭的全貌。一位前官員和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他們擔心如果特朗普沒有獲得關於戰爭現狀的全面信息，他可能無法就戰爭下一步可能採取的措施做出關鍵決策。簡單點說，胡鑫老師認為特朗普沒有看抖音 TikTok 不行，你得看抖音才能了解伊朗戰場的全貌，那就是伊朗吊打美國和以色列。確實，特朗普就聽他那些什麼郝克塞斯、什麼庫珀啊，他們匯報，那些人都撿好聽的說，在戰場上伊朗吊打以色列和美國，他們是不會匯報的。什麼林肯号航母遭到6次攻擊，6次逃離這個戰場，喪失什麼攻擊能力。美國的飛機一天掉1架，200多架飛機遭到攻擊。這些郝克塞斯、庫珀這些人，他能跟特朗普匯報嗎？不會的。所以說，你得看抖音，你得這個最好是盧比奧或者是萬斯，你給特朗普搞一個手機，搞個中國的手機卡插上去，能看抖音才行，這樣才能了解這個美軍在伊朗戰場上的慘狀。這胡鑫老師最後得出個結論，他說，從美國輿論的海量分析中不難看出，美國社會本來就不歡迎伊朗戰爭，打了近4周後更是無心戀戰。確實，你單方面吊打，你說多累吧？你天天開着飛機過去炸，炸完了就飛回來，沒什麼意思。無心戀戰，美國的累了，人挨揍的還沒累，這個打的人已經累了，就這意思啊。因為這樣，所以說特朗普陷入空前的焦躁和猶豫，這是胡鑫老師說的。因為打的伊朗不在乎，不疼，你把它炸完了，你那些司令那些什麼頭頭腦腦全炸死了，人家不在乎，多的是，一點都不覺得累，也不覺得疼，所以這下特朗普慌了，感覺打在空氣上。說特朗普同時準備了談判和升級戰爭的2手，但到底使用哪一手，並非有一個清晰的戰略來決定，而更像有他心底的願望直覺。
周圍那種身影更強而臨時拍板。這就是胡锡進老師他認為的，也認為特朗普想一出是一出，完全看心情。說特朗普忽然又升級戰爭，也有可能升級到一半，一看股市油價反應太剧烈，他的承受力臨時崩了，重新選擇逃跑。這場戰爭是偶然因素和領導人臨時情緒起作用最大的戰爭，因此它也是最難琢磨預測的戰爭。這胡锡進老師這純粹就是胡說八道。因为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的時候對伊朗就是非常強硬，這大家知道吧？特朗普剛搞定委內瑞拉，抓了馬杜羅，現在又要搞定古巴。你從哪一點看出他是要逃跑？他是不達目的，對吧？他是隨隨便便頭腦一拍一熱就動手了，半途而廢。胡錫進老師實際上是在許願，所以胡錫進老師的心路歷程確實也比較艱辛和這個曲折。從剛開始堅決不相信伊朗要跟美國談判，因為穆杰塔巴都說了，必須要復仇。畢竟哈梅內伊屍骨未寒，還沒有1個月還沒到，你就這麼伊朗就談判了，就跪下了。所以胡錫進老師，你打死他都堅決不信。到現在他相信伊朗跟美國在談判了，但是美國求着伊朗談的。但按道理來說，這殺父之仇你就求也不行，對不對？而且伊朗還是現在是什麼非對稱優勢，手裡攥着荷爾木斯海峽，正捏着這個特朗普的軟肋。你這要復仇啊，你得跟他談什麼談？美國求你談，你就跟他談，你搞得好像這殺父之仇不報了是嗎？把你父親殺了之後，再給你道歉，求你一下，別讓我打了，打累了，確實累，體力不支，你就原諒人家，跟人談，這也說不過去。所以你看胡錫進老師他是掙扎，到現在相信了伊朗在跟美國談，但是伊朗是在審核美國的15點停火計劃，所以特朗普鬱悶，明明是伊朗求着我談，跪求。還送了大禮，略表誠意，結果回去扭臉回去就宣傳說我求他，這誰受得了？所以說伊朗這一套可能不好使，有可能這個周末或者下周就要挨一頓胖揍。在對付嘴炮這一塊，特朗普還是很厲害的，就是打嘴炮，特朗普沒輸過，連俄羅斯的口炮界的天花板，嘴炮一哥啊，梅德韋傑夫那跟特朗普一個交鋒下來不就老實了嗎？梅德韋傑夫那是打嘴炮，那特朗普是真派個核動力核潛艇到你俄羅斯門口，特朗普的人家真幹得出來，普京都氣傻了，對吧？你這梅德韋傑夫，你跟人打嘴炮，你招來一個核潛艇幹啥？這誰受得了？所以說打嘴炮也要實力，所以論打嘴炮，特朗普恐怕沒輸過，就跟這個國家專治嘴炮。今天主要講的不是胡錫進老師在對伊朗這種現在有點這個叫恨鐵不成鋼了，既愛又恨。愛的是他反美的這種態度，恨的是他爛泥巴糊不上牆。今天咱們主要介紹的是胡錫進老師，他寫了一篇這種懷舊的一個回憶，他這個回憶其實寫的還挺好的。相比較他強行給伊朗洗地，給伊朗打氣，鼓如呼那種尷尬勁，他寫的這個回憶錄反而還更加顯得有點溫暖，蕩漾着洋溢着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這種純粹的友誼。這是胡錫進老師，他昨天寫了一個微博，回憶他上大學的時候，也就是40多年前，在重慶或者是四川一個遭遇。這胡錫進老師最近他跑到重慶去了，不知道幹啥，嘚瑟去了。然後他就寫了一個微博，他說我在飛機上驚訝地發現，上一次逛重慶市區還是1981年讀大學的時候，那是45年前呢。重慶並不遙遠，它周圍的成都、貴陽乃至瀘州，我在過去20年都去過很多次。45年前對重慶的印象是解放碑、歌樂山、渣滓洞、紅岩村，那是大學生刻骨銘心的窮遊。我在重慶沒有錢住店，試圖在歌樂山的長椅上過夜，但是太冷了，我只能在街上溜達。有一個奇遇，似乎就發生在重慶那個夜裡。這是他回憶他20來歲的時候，在上大學，1981年，他去重慶旅遊，窮遊。他說在黃昏的路燈下，一個20出頭的年輕人在讀英語。我因為是外院的，他是南京外國語學院是吧？就過去和他聊了起來。我們聊了有好一會兒，他知道了我是旅遊者，他問我住哪兒，我一時支吾起來，住不起旅館，怎麼好意思說？他大我2、3歲的樣子，看出了我沒地方住，當即提出要我去他家住。我怎麼好意思呢？連忙拒絕，但那個小哥哥非常堅持，一定讓他去。
我看他是真情實意，而且當時實在沒地方睡，走投無路，就跟他去了。記得他家是很普通的民居大雜院，但好像是2層，而且地上是木地板。他和弟弟住一個房間，他一定要我睡他的床，他睡地板。疲倦的我很快睡着了。第二天一早，他骑自行車帶着我去了碼頭，送我乘船而下。胡靜老師說，他永遠忘不了那個夜晚，永遠難忘那個小哥哥送給我的友好和溫暖。胡靜老師說，他懷念45年前社會的單純和人們的淳樸。那天夜裡，重慶昏黃的路燈下，一個讀電大的男生和一個大3的男生偶遇，聊了半個鐘頭，就有了彼此的信任。他敢邀請我去他家過夜，我也敢去他家過夜，我們彼此沒有一絲對對方的懷疑。回到學校後，我們保持了一段時間的通信，我給他寄了一套許國璋英語，但是不記得是什麼時候我們斷了聯繫。許多舊時的朋友都不知不覺消失在如煙的岁月中。一点疑惑是，我对偶遇这位小哥哥是在重慶的街頭還是成都街頭有些猶豫。年紀大了已經記串了，這個很正常。年紀大了對這種事情，但也可能從北京他把寄成上海了，上海他寄成深圳，完全有可能。那他这個到底是在重慶還是在成都，他不知道，想不起來，感覺是應該是重慶，但似乎又是成都。1981年，重慶還是成都的一個市，不是，是四川的一個市。胡靜說，因為他們當時都是四川，我仔細復盤在四川的那幾夜。第一夜成都，我是花了1元錢住了旅店的，然後去峨眉山、樂山，再回成都。我隱約記得坐當晚的火車就去了重慶了，坐了1夜車。但我有一陣子總感覺那個好心的小哥哥是在成都遇到的，直到最近再復盤，覺得他應該是重慶人。胡靜回憶，他說無論如何，他是站在巴山蜀水的那個時代擁抱了我，留給小胡最刻骨銘心的記憶。年輕時每一件事都是一把刻刀，那個小哥哥，那盞昏黃的路燈下，我們瞬間建立了信任。素昧平生的他給我的幫助和溫暖，成為了塑造我對世界認知和價值觀的一個元素。當年21歲的大學生心裡沒有太多東西，一個好人和一個感動就能佔據心田，回味很久。胡靜老師後來說，他說我深信這個世界好人多，我們碰到真正壞人的幾率很小。是的，那個暑假極限窮遊的經歷是我這一堅定信念的起點。我窮遊了18天，只在成都住了1夜店，其他全是火車上、船上、車站還有大街上度過的。我沒有遭到過一次驅趕和歧視。在廬山上，我穿襯衫睡山頂一條路的長椅上，夜裡被凍醒，我冷得實在受不了。一路上第一次有了恐懼，我推開一家山中旅館的門，請求讓我在小前廳的地上待幾個小時，到天亮。值班的人看我穿得那麼單薄，說你怎麼敢睡街上，要出人命的，當即同意讓我在小前廳的地上睡，熬到天亮，早早離開了。年輕有夢想，而且真敢去實現它。我兜裡揣着攢下的和從家裡要的不到100塊錢，就從北京到陝西，然後四川，順長江而下，那就到南京嘛。一路不斷野心膨脹，增加向往已久的新景點，進遊了華山、峨眉山和廬山3座名山，逛了幾大城市，乘船經過了原生態的美麗三峽，看了後來已經被淹掉的奉節城。我的那次旅行像是畫出了那個時代年輕人追逐夢想的一條弧線，它的每一天都是人間淳樸、包容和善良的寫照。你看胡靜老師寫的這個回憶，那還是滿滿的這個有溫度的。但是我在想，胡靜老師1981年他為什麼不住旅社呢？旅社1塊錢，他身上有100塊錢，但他說了他身上帶了100塊錢，那錢肯定比較緊，因為他坐船，那船票還是需要錢的，火車也要錢，但是不會太貴，吃飯要錢，
總之他身上帶了100塊錢，在当時应该是個巨款，1981年100塊钱，就是巨款也没办法支撑他旅游，所以他就是窮游。所以胡锡进老師才是窮游的先行者。但是我在想，1981年胡锡进老師不住旅馆，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没有介紹信，要麼是村里給他寫，他們居委會，但是那個村是吧？河南嗎？或者北京居委會給他寫自由我街道胡锡進同志。但問題是介紹信你只能寫一個地方，不能介紹你我從陝西華山到峨眉山到成都到重慶，再下面到武漢再到南京，一路寫，所以他也開不了介紹信，很多地方他就住不了。旅館雖然1塊錢，你住不了，沒有介紹信，那個時候沒有身份證，你是誰誰知道啊，對吧？他帶着學生證那也不行，這個居委會或者村裡面的介紹信，或者學校介紹信，自由我校某某某級某某某學院的學生胡锡進。胡锡進老師回憶了45年前的人的淳樸，素昧相識，就帶他回家過夜，收留他，包括小旅館。實際上這是物質極度匱乏情況下的一種原始的信任，這個也不值得大書特書。相比這種物質極度匱乏、經濟極度低迷情況下的這個人需要別人幫助才能度過，遠遠比不上現在的物質極大豐富、社會高度發達。你不需要求別人就能過得很好，你不需要躺在椅子上過夜，住個酒店100多塊錢，或者你帶個帳篷。也就是說，與其要那種極度匱乏情況下的所謂的人的溫情，還不如追求這種物質豐富、經濟發達下面大家自給自足，大家自己不需要麻煩別人。實際上，像胡錫進老師這種窮遊，需要別人幫忙，實際上在網上也很多。現實生活中不有很多人去西藏或者去什麼地方，他不就是窮遊嗎？背個包，一路搭車，在路上招手，搭順風車，多了是啊。有人到了這個民宿，或者到了什麼藏民的家裡面借宿，也很多，現在也有，這個不值得歌頌。所以胡錫進老師這篇文章，我給他的評價就是胡錫進老師曾經年少過。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